節目包括本地新聞、國際新聞、時事追擊、音樂欣賞、天氣報告、故事分享同埋獨家訪問。本地新聞。這個夏天對狗的鎮壓。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如果你有養狗，又鍾意帶你嘅狗寶貝四處散步嘅話，咁呢一則新聞就同你有關啦。呢個亦都係有關法律嘅小常識嚟㗎。市政局敦促狗隻主人喺夏日假期裏面管好狗隻，譬如喺沙灘，如果唔遵守規則嘅話，會俾沙灘管理員捉㗎。主要係社會民眾廣泛關注保護海灘嘅自然野生生態、雀仔生態同埋黃狗，而市政局呢就因應民眾意見呢推出咗狗嘅管理政策，確保政策嘅實施。海灘上面仲有標誌去提醒訪客嘅，罰款係喺海灘唔拖住狗隻，最高罰款650蚊；唔清理狗大便，最高罰款390蚊。容許狗隻對其他人造成騷擾行為，最高罰款650蚊。帶狗去國家公園，最高罰款1300蚊。所以各位負責嘅狗主人，記住照顧好你哋嘅寶貝啦。如果見到有人喺海灘度俾隻狗亂走，記住提醒佢哋啊。改良電子紙 Harry Potter 照片會喐報紙將成真。有冇諗過喺小說 Harry Potter 裏邊，相片會喐嘅魔法報紙有一日會喺你手上面呢？好有可能㗎。台灣師範大學同埋業界產學合作，掌握驅動控制晶片嘅關鍵技術，開發可以彎曲又可以摺又容易攜帶嘅電子紙，目前已經可以放 video。下一個研究嘅重點係畫面全彩色化同埋結合太陽能電池喺電子紙嘅系統上面。目前最 hit 嘅 iPad 兼具電子書功能，強調多媒體影音效果，但係螢幕使用 LCD 面板，長時間睇住有損視力，唔適合長期閱讀嘅。所以台灣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技系教授高文忠主持嘅系統晶片實驗室，同業界合作研究出嘅電子紙，自然反射發光，唔傷視力。設計方式就好似喺白紙上面印黑字咁，可以節省大量紙本印刷。透過晶片控制，可以隨時更新下載內容，可以彎曲折疊，仲可以捲起嚟添，方便攜帶閱讀。高教授又話，電子紙可以係電子書、價格標籤、電子車票、菜單，只要有資料顯示需求嘅地方，就可以節省傳統嘅大圖輸出頻繁嘅材料成本。好似 Amazon 嘅電子書 Kindle 就係電子紙嘅一種，不過材質比較硬，唔可以播動畫嘅佢。台灣師範大學就研究出軟嘅電子紙可以播放簡單嘅動畫。咁而未來 Harry Potter 嘅魔法報紙就唔會再係小說嘅情節一般啦。一般電子紙喺高溫下呢，就影像成效果差。高教授嘅實驗室揾出技術改良之後，下個月就會去美國展示嘅。咁跟住落嚟呢，佢就會準備進行專利申請啦。話唔定我哋可以好快就用到電子紙啦。
地球暖化是和最熱一年遇最冷冬天。入冬以嚟呢，喺歐洲到日本去到美國呢，不斷出現暴風雪。今年嘅冬天呢，可以話係特別凍喎。原因呢係因為暖化嘅關係，北極大氣流遇到破壞，最近呢先至會俾大量嘅北極凍空氣不斷往南方擴散。暴雪侵襲美國東岸之後呢，跟住落嚟加拿大同埋日本呢，喺元旦前後呢都出現咗暴雪嘅天氣。喺美國東岸 New Jersey 街道幾乎完全被風雪覆蓋嘅，能見度幾乎係零。日本福島地區有超過700多戶家因為電線桿受唔到重大嘅大雪重量，導致一度大停電。不過美國、加拿大同埋日本出現大雪嘅天氣同時呢，南美洲嘅智利同埋阿根廷呢，就係豔陽高照嘅大熱天，同埋持續發出熱浪警告喎。奇怪啦，地球暖化，氣温唔係應該變高，點解冬天反而凍咗呢？係咁嘅，喺暖化影響之下，北極嘅冰層覆蓋面積越嚟越細，造成海面相對温暖嘅空氣不斷往南極高空移動，打亂咗地球嘅大氣循環。結果喺大量嘅雨同埋海面嘅水汽變成咗雪向陸地逼近，推升咗北極凍空氣去北半球，風雪越嚟越多，越嚟越強，所以以後嘅北半球有可能慢慢走向夏天好熱、冬天好凍嘅極端氣候啊！哦，原來係咁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地球暖化對人類居住環境造成嘅威脅真係有燃眉之急喎。善偉，我想做啲嘢救地球，但係唔知可以做乜嘢，你有冇咩計呢？有啊，Hobart 市政局提供咗唔少嘅環保貼士，我哋將會同大家陸續分享。今次分享嘅係一啲由家居做起嘅方法，等我哋一齊嚟保護塔州美麗嘅環境，救地球啦。咁可以做嘅係，譬如話唔用嘅電器熄咗佢，咁樣可以節省10%嘅電能源。又可以將熱水爐嘅恆溫計嘅溫度調低至攝氏60度。咁喺洗衫方面呢？我知。可以用凍水洗衫，用凍水洗衫仲有個好處就係唔會傷衫。咁又譬如可以將喺度漏水嘅水龍頭嘅膠圈換咗佢啦。仲可以呢，喺熱水喉嗰度裝上隔熱設備喎。咁又可以檢查一下，如果有需要嘅話，更換雪櫃嘅封口，等雪櫃啲冷空氣唔好漏走啦。亦都可以買一個多功能嘅能源計，計下你嘅電器所用嘅能源究竟有幾多嘅。仲有可以喺所有進出口嘅門上面裝上門塞，即係俗語話嘅軟皮蛇啦。咁可以減少灰塵垃圾，咁唔使成日吸塵，又慳能源又慳力氣啊！節目法律是常識。大家好，又到了和收音機前的聽眾朋友們分享法律常識的時候了。上一次我們向大家介紹了澳洲成立的歷史，以及澳洲憲法在法律中的超然地位。那麼今天我們想和大家介紹一下道路安全、酒精和藥物法案1970 Road Safety Alcohol and Drugs Act 1970。由于我們的廣播內容只是與法律有關的基礎常識，聽眾若有特定法律問題時，還請諮詢專業的法律顧問。現在剛過了元旦，在未來的一個月中，全世界華人又將慶祝農曆新年。在辭舊迎新、拜年訪友期間，合家團圓，良朋知己匯聚一堂，慶祝時不免會小酌幾杯。而在節慶日期間，